我從事玄學風水數十年，走勻香港、九龍、新界無數唐樓、居屋、私樓、村屋，睇過成千上萬個家庭嘅家居格局，發現一個極為普遍、直接拖垮全家財運嘅致命問題。90%香港人完全分唔清屋企真正財位邊一度，仲貿然將舊衫、紙皮、雜貨、廢置電器、兒童舊玩具、過期雜物，通通堆滿財位角落，硬生生將入屋嘅財氣完全堵死。財神行到門口都見到烏煙瘴氣，雜物失路，自然掉頭就走。難怪好多人日日捱更抵夜，返工跑生意，賺到嘅錢永遠留唔低，唔係突發開支、人情應酬，就係儲少少錢，就遇上維修、醫藥各種意外破財，究其根本，十有八九都係財位佈局出咗嚴重錯誤。今日我唔講空泛理論，唔賣虛頭巴腦嘅符咒法器，只用香港人日常屋企實用角度，順住日常體質嘅心得感受，由淺入深拆解真正財位底蘊，講透屋企雜物亂堆帶來嘅隱性破財禍害，再帶住大家循序漸進摸索方法，出屬於自己間屋嘅專屬旺財位。只要跟足節奏，打理清潔，妥當擺設，唔使大裝修，唔使大花錢，即刻疏通財路，招財聚福，穩守家中積蓄。不論打工、做小生意、投資置業，都能感受到收入順暢，少無謂破財嘅改變。好多街坊一聽風水就覺得深奧難明，又以為一定要買羅盤，由師傅上門先可以定財位。其實唔係，玄學源於生活環境氣場流動。所謂財位，本質就係屋企入氣之後最容易留住生氣、匯聚旺氣嘅正位。氣聚則財聚，氣散則財空。雜物就好似一堵實心泥牆，將流動嘅旺氣完全阻隔。氣場淤塞之後，整間屋嘅財運自然停滯。今日我全程貼住香港街坊日常起居節奏，由大家最易混淆嘅財位種類慢慢拆解，再結合我數十年上門睇宅嘅真實香港個案，對照大眾屋企通病，再一步步帶住大家落地找財、清雜、擺物件，句句口語化，節奏鬆緊貼合，直播口播，全程唔割裂唔分點，順住語氣自然講落去。好多人一生都踩同一個風水大坑，誤以為屋企淨係得一個財位，隨便聽人講門口斜角就亂當旺財位，完全唔知家居財氣本就分3層流動，對應住普通人正財、積蓄、橫財3種錢財來源，層層相依，缺一不可。市面網上淨係教大家扯角，只係講咗最表面嘅皮毛，根本救唔到、存唔到錢嘅格局。首先，人人屋企天生自帶嘅就係明財位，亦都係街坊平時口口相傳嘅象徵財位。唔論間屋大小、樓宇坐向、租屋定自置物業，只要有獨立入戶大門，呢個財位就一定存在。門係全屋納氣總入口，街外所有旺氣、財氣、貴人氣，全部透過大門流入屋內。氣流入門之後，會順住牆壁兩側平穩延伸，離門最遠、日常人行最少、氣流動盪最少嘅斜對角角落，就係明財位。古語一直流傳財喜靜忌動，門口日日進出開關，人來人往，本質屬於動位，氣流唔低，唯有遠離門口干擾嘅斜角位置，氣場足夠穩定，先有條件儲藏財氣。而香港90%市民平時口中講嘅財位，其實只識得呢個明財位，但可惜絕大多數人就算知係斜對角，都貪方便亂堆雜物，白白浪費先天旺位。我早幾年去觀塘一標準2房居屋睇宅，戶主係地盤散工，日日朝6晚9，早出晚歸，做地盤10幾年，體力活，從來儲唔到半分積蓄，仲成日遇到工頭拖糧。家人小病小痛使大錢，入門一望就見客廳右邊斜對角塞滿晒10年積落嘅紙皮箱，仔女細個過時玩具，壞咗冇整嘅舊風扇，換季唔綴嘅厚棉被，過期日用品同潔淨用品，連平日屋企人行過都要側身先過到，個角落常年透唔到自然光，
牆身長期發霉，灰塵厚到一指深。戶主仲好坦然同我講：呢個角落唔擺家私唔實用，閒住都係浪費，用嚟囤全屋雜物最合適。我當場同佢拆解，呢個位置恰恰就係全屋明財位，雜物徹底塞滿，等同直接將財神入屋嘅路徑堵死。財氣入門行到一半就被雜亂陰濁氣截斷，根本入唔到聚氣核心位。後來我現場教佢用一日空閒時間清空所有雜物，修補牆身發霉位置，擦淨全屋積灰，放一盆泥土培植嘅金錢樹，搭配一盞暖光長明小燈維持光氣。3個月之後，戶主專程請到我道謝，話拖欠佢半年人工嘅工頭，一次性結清所有款項，仲幫佢介紹咗長期穩定嘅地盤固定工程。每個月扣除生活開支，剩低嘅積蓄比以往多咗一大截，錢終於唔會無故使清光。其實呢個個案並非個別特例，我跑遍港島西環、柴灣舊式唐樓、九龍旺角土瓜灣、細房、新界屯門元朗鄉村村屋，見過起碼7成以上單位嘅明財位，全都淪為家庭雜物專用儲存區。大家永遠覺得屋企閒置角落可以堆放無用舊物，節省屋企收納空間，卻唔知呢個隨手囤物嘅小動作，直接切斷全家日常正財源頭。仲有好多家庭唔單止財位堆雜物，仲順便犯埋財位受壓、財位陰暗、財位沖煞、多重禁忌，幾種破財格局疊埋一齊，自然長期銀錢拮據，想改善財運都無從入手。比明財位更深層影響長遠積蓄嘅，就係對應樓宇坐向嘅暗財位，亦都係決定大家賺到錢留唔留得住嘅實質財位。唔似明財位有統一找法，暗財位係根據整棟樓宇八運飛星單位坐向定出嘅財星固定落腳位。每一種坐向住宅暗財位方位完全唔一樣。明財位負責承接街外入屋財氣，保證日常打工小生意有穩定收入；暗財位就負責守住財氣，沉澱積蓄，決定屋企可唔可以存到大筆錢應對特使開支。兩者互相配合，先可以做到生財兼守財。好多人只打理乾淨明財位，完全忽視暗財位嘅打理保養。就算門口斜角乾淨整潔，暗財位雜亂受煞，依舊會陷入賺得多使更多，月底空空如也嘅死循環。平日好多街坊最易搞錯屋企坐向，習慣以大門朝外方向當做屋企坐向，其實完全搞反。分辨坐向從來唔複雜，唔使專業羅盤，淨係企喺屋內大門位置，背脊貼實門後屋內牆身，面對大門望向走廊戶外。背脊所靠方位就係屋宅坐方，目光朝外嘅方位就係向方。對住呢個方法，就能輕鬆對應自家暗財方位。香港市面絕大多數居屋、唐樓、私人屋苑離不開8大主流坐向。坐北朝南嘅單位，暗財位落西南同正北；坐南朝北嘅單位，暗財位落東北同正南；坐東朝西單位，暗財位落正東同正北；坐西朝東單位，暗財位落正南西北東南；坐東南朝西北單位，暗財位落西南東南；坐西北朝東南單位，暗財位落正西西北正北；坐西南朝東北單位，暗財位落正東西南；坐東北朝西南單位，暗財位落西北東北。只要對住方位，對照屋企角落，即刻卡到自家守財核心位。暗財位比明財位更加忌雜物、污穢、重型物件，因為呢個位置係財星安身落腳之地，雜物堆積等同財星無棲身之所，長期會直接導致事業停滯、生意客源流失、投資次次失利。上年有個旺角經營茶餐廳嘅老闆，租咗一棟3層舊唐樓自住，鋪頭另外獨立承租，每個月餐廳營業額其實十分可觀，但每個月月底結賬永遠零純利，食材日日浪費嚴重，
員工臨時額外開支不斷，廚房設備頻繁，故障維修，仲時不時有食客用餐投訴需要賠償。我上門量度坐向之後，確認單位坐東南朝西北，客廳西南角就係核心暗財位。入屋第一眼就見呢個角落，堆滿鋪頭玩樂嘅舊廚具、空食用油桶、過期調味料、損壞廚房桌椅、常年油漬裹滿牆身，空間潮濕，發出異味，水火濁氣夾雜雜物殺氣，直接衝擊落位財星。我當時囑咐佢一定要分開住宅同鋪頭雜物，住宅暗財位絕對唔可以堆放營業廢棄器具，千祈唔好覺得暫時擺幾日無所謂。隨即幫佢規劃廢物處理時間，徹底清洗財位、牆面、地面，移走所有重型廚房舊物。乾爽之後，擺放一尊小型銅製聚寶盆，保持空間日日通風乾淨。前後調整2個月時間，餐廳食材浪費直接大幅減少，熟客回流穩定，新客轉介不斷，廚房設備故障次數銳減，每個月餐廳純利直接提升30%。呢個案例足以說明，暗財位一旦雜亂污濁，直接叉斷長遠生財根基。不論打工定做生意，千祈唔好隨意將工作廢料、閒置器具堆放屋企財位，一日堆積就一日耗損財氣，時間一長就變成難以化解嘅頑固破財格局。除咗固定不變嘅明暗兩大財位，仲有每年順飛星輪轉嘅流年財位，屬於一年一換嘅短期催財位，搭配明暗財位一齊打理，輕鬆催旺全年貴人財、意外橫財、獎金回傭呢類額外收入。流年財位同固定財位最大區別就係方位，每年隨節氣更換。今年2026丙午年9子正財星穩落全屋正北方位，屋企任何空間嘅正北角落都屬於今年黃金流年財位。呢個位置最忌堆雜物、擺污穢物件。一旦雜物堵塞，全年貴人遠離，橫財無緣，仲容易遇上突如其來嘅額外開支。我往年見過太多街坊用心打理好明暗財位，唯獨忽略每年流年財位清潔，白白浪費一整年催財機會。舊年2025月是年9子財星落正西，好多家庭正西角落堆滿仔女舊玩具、過貴舊家私、閒置行李箱，整年投資踩雷，加薪無望，兼職生意斷單，而及時清空正西雜物，簡單點燈旺氣嘅家庭。大多數年內遇上職位加薪、老客戶加單、收回拖欠多年欠款、日常小額中獎等好事。其實三大財位從來獨立運作，而是環環相扣、相輔相成。明財位守穩每個月人工、兼職收入呢類日常正財，保證每月有穩定進帳。暗財位沉澱積蓄，守住大筆資金，避免錢財無故流失。流年財位助力短期突發收入，補足日常之外嘅額外財運。三大財位任一處雜物堆積，都會對應帶來唔同程度破財。而香港絕大多數家庭嘅通病就係三大財位最少兩處長期堆滿閒置雜物，三重阻礙財氣入屋。日積月累之下，先會出現點樣努力都存唔到錢嘅情況。好多人歸結為自己命裏無財，其實只係屋企環境擺設犯咗基礎風水大忌，改環境就能改財運，從來唔係難事。我再同大家細心講透，唔同財位堆雜物對應落喺一家人身上嘅實際影響，大家可以對照自身生活，即刻自查中招與否。平時明財位雜亂堆物，最先影響日常零碎財運。最普遍嘅感受就係收入明明穩定，從來唔亂揮霍奢侈品，但人工到手差唔到，月尾就空空如也，冇大額消費，零碎開支卻接踵而來，管理費、水電費、家人小病藥費、親友人情應酬、屋企小件維修，錢好似水桶穿窿，不知不覺流走。根源就係明財位雜氣打散入屋財氣，財氣無法停留，
自然留唔低錢，同時會慢慢改變屋企居住者消費心性，讓人無意間衝動消費，買一堆無用之物。長期名財位堆雜物嘅人，職場發展亦處處碰壁，打工一族難以被上司看見付出，升職加薪永遠輪唔到自己，同行競爭者隨便就能搶走機會，自由職業小檔口，生意人客源斷斷續續，熟客慢慢流失，新客難以拓展，付出成倍精力，回報卻不成正比，皆因雜物陰煞阻隔貴人氣入屋，身邊小長輩、上司、貴人提攜助力。除此之外，屋企仲會頻繁出現細額金錢損耗、銀包隨身遺失、現金唔見、網購遇騙、街市超市找錯零、購物高價中伏，細額損耗累積起來，數目不容小覷，財位濁氣擾亂全屋氣場，居住者思維變得浮躁混亂，理財判斷力持續下滑，自然守唔住小錢。更易被忽略嘅一點，財位堆舊衫、潮濕紙皮、廢舊電器，空間容易滋生霉菌蟲蟻，瀰漫全屋，陰濁濁氣。財位靠近睡房嘅單位，家人會反覆感冒、皮膚敏感、腸胃虛弱，常年出入診所、醫院，藥費、檢查費逐年累加。好多人以為係香港天氣潮濕導致身體不適，殊不知根源係財位雜物帶來嘅濁氣擾亂健康氣場，間接耗損家裏積蓄。與此同時，屋企家人容易因為金錢鬧矛盾、夫妻爭吵、消費儲蓄觀念、手足親友糾纏借錢、借出款項，十有八九有借無還，濁氣衝擊人緣。所有同錢相關嘅人際關係都會變得破碎不和。暗財位堆積雜物，影響層級遠比明財位深重，直接動搖全家財運根基，帶來嘅都係大額破財，長遠財運下滑。但凡暗財位雜亂污穢，最常見就係各類投資全面失利，無論股市、基金、虛擬資產、二手物業、機動車投資，全部高位入貨，低位被套，想止損抽身都困難。自主創業開鋪投入幾十萬本金，長期無法回本，每個月持續蝕本虧損，財星被雜煞長期壓制，天生生財路徑直接收窄。仲有毫無預警嘅大筆突發開支，水管爆裂，全屋裝修，全屋電器同步報銷，車輛重大故障維修，家人長期重病療養，一筆開支直接清空積蓄，甚至需要借貸周轉度日。暗財位對應家宅根基，雜物破壞氣場，等同家庭財富出現大破洞，大額錢財隨之流失。好多香港打工中年人深有體會，原本穩定高薪崗位，無故被裁，公司績效削減底薪，入行多年，生意逐年淡靜，收入逐年下跌，被迫降低生活標準，轉做低酬勞工作，都係暗財位雜物壓財嘅典型表現。嚴重嘅仲會招惹金錢相關官非糾紛、合夥分紅反目、租務索償賠償、商業合約踩坑、欠債官司纏身、額外花費大筆律師費、賠償金。雜物濁氣夾雜是非煞，錢財伴隨是非而來，最終留唔低分毫。而一心想儲首期上車、換大單位置車嘅街坊，更要重點打理暗財位。好多人拼命節儉打工賺錢，每當儲夠一筆首期款，就必定遇上突發急事破財，置業計劃一拖再拖。除去市場大環境因素，屋企暗財位雜亂就係阻礙積累大額資產嘅核心隱患。流年財位堆雜物，影響集中係單一年份嘅機會流失，感受直觀且短期可調整。一年之內流年財位污濁，身邊所有橫財機會全部錯過，公司年終獎、意外補償、親友饋贈、遺產分紅、日常抽獎、中獎通通無緣。身邊同期朋友陸續有額外進帳，唯獨自己全年財運平平，
同時整年貴，人運低迷，工作遇困無前輩幫襯，創業缺客源牽線，冇人介紹高薪工作、高利潤生意單，做事全靠自己硬扛，耗費心力不討好，心性亦會變得浮躁衝動，無故入手奢侈品，無用擺設，年終盤算開支，發現大半錢財都花喺無謂消費之上。再加上手機、電腦、電器頻繁損壞維修，外出遺失隨身貴物，細額破財累加起來，亦是一筆可觀數目。一年財運平平，其實只係一個角落，雜物堆積導致，調整之後就能快速扭轉。講完雜物帶來嘅全方位破財影響，我順住節奏，帶住大家循序漸進摸索，不用羅盤，不用懂專業飛星，不用花錢請師傅上門，普通人居家零門檻，一步步找到專屬自家嘅旺財主位，全程適配香港所有房型，細製房、舊唐樓、兩房、三房居屋、千尺私樓、新界村屋全部通用，完全貼合香港住宅格局，新手都能1分鐘上手。最先要做嘅就是靜下心，找準全屋基礎聚氣位，只要雙腳完全踏入屋內大門，身體唔好半跨門檻，正面對住門口，望向室外走廊，順住門口視角看向客廳遠端牆角，離門最遠、空間最深嘅斜角位置，就係天生名財位。舊式唐樓最常見單邊開門格局，大門貼客廳，左牆角開，旺財斜角自然落客廳右後最深處；大門貼右牆角開，斜角就落左後深角。呢類單邊門屋宅，全屋只此一個有效名財位，重點打理呢個角落即可。市面上最多嘅居屋標準單位，大門開喺牆身正中位置，左右兩邊各有一個斜角聚氣位，雙雙屬於名財位。呢個時候唔需要兩邊同時打理，揀背後係完整實牆，唔對廁所、爐頭，日常唔係人行通道，自然光充足嘅，一邊做主力財位，另一邊保持乾淨即可，無需額外佈局。至於年輕人租住嘅細製房、開放式單身套房、客廳睡房融為一體，空間格局細小，同樣遵循門口斜角規律。全屋離門最遠嘅內側角落就係套房專屬財位。好多中屋街坊誤以為租盤唔使理風水，隨意將行李箱、過季雜物堆滿角落，其實只要長期居住，氣場就會影響自身財運。租屋清財位一樣可以提升收入，減少破財。找到斜角之後，亦要懂得分辨無效財位，避免白費功夫打理。若是斜角位置係全屋必經走廊，日日人流穿梭，氣流快速穿過，氣完全靜止唔落來，財氣自然聚唔住。若是斜角背靠落地玻璃窗、露台趟門，財氣聚合之後直接向外泄，天生存唔到積蓄。若是緊貼廁所門、廚房、爐頭，水火污穢濁氣常年衝擊，財氣接觸即化。若是牆角有承重立柱、尖角家私直對、尖角黑散旺氣，都屬於無效財位。遇到呢類格局唔使焦慮，日後一扇不透光厚窗簾、一盤高身闊葉綠植、一扇輕薄屏風，就能輕鬆改造氣場，轉化為可用旺財位。搞定基礎名財位之後，再慢慢對照屋企坐向，鎖定守住積蓄嘅暗財方位。只需沿用之前教嘅坐向分辨方法，手機平放胸口，遠離金屬門框，避免指南針受磁干擾。簡單確認方位，對應8大坐向方位，就能圈定屋企2至3個暗財落點。呢幾個落點，無論落喺客廳、睡房、書房，都屬於核心旺財區域。千祈唔好擺重型家私、堆閒置雜物。我早前幫屯門一戶3口居屋家庭調整格局，單位坐西北朝東南，暗財位落正西、西北、正北。戶主為咗收納，將3米高組合衣櫃直接擺喺客廳西北財位，衣櫃內塞滿全家。
紀念唔住嘅舊衫、過季被褥、閒置露營行李箱，財位同時受寵物壓制，雜物淤塞，雙重煞氣。男戶主做地產代理，足足半年開唔成一單買賣，佣金收入近乎掛零。後來幫佢將高身衣櫃遷移至屋企東北無關方位，徹底清空西北牆角，擺放一張淺色實木圓矮椅，放上聚寶盆同土培金錢樹。不足1個月，戶主連成2單大額住宅買賣，佣金直接抵過半年收入，足以見得寵物壓財、雜物倒財對收入影響有多直接。順帶一提，若是睡房床頭剛好落喺暗財位，係極佳天然守財格局，夜晚休眠可承接滿身旺氣。唯獨床側床尾千祈唔好堆雜物、擺行李箱，否則財氣邊聚邊散，依舊存唔到錢。書房書桌坐於暗財位，利文職升職、創業託客、投資獲利。桌面文件雜亂，周邊堆滿廢紙雜物，一樣會阻隔事業財運，做事處處受阻。明暗固定財位，打理妥當之後，再結合今年流年旺氣，搭配自身5行命格，篩選出全屋效力最強、專屬自己嘅獨一無二旺財主位。呢個位置同時承接固定財氣、年度流動財氣、個人本命旺氣，集中佈局催財，效果遠勝全屋隨意擺設。今年丙午馬年，9子正，財星常駐全屋正北，全屋正北所有角落都係今年短期催財福地，適合輕簡佈局，助力年內獎金回傭、貴人介紹收入。切忌堆放紙皮、垃圾桶、舊玩具一類污雜物件，保持通透光亮即可。再簡單對照出生年份，劃分5行心性，不用心言八字，大體匹配即可放大財運助力。本命屬金嘅街坊多用心打理正西、西北財位，契合本命氣場，財運事半功倍。本命屬木嘅街坊重點呵護正東、東南財位，利拓展客源、職場升職。本命屬水嘅街坊深耕正北財位，順流年旺氣雙重加分。本命屬火嘅街坊旺正南、東北方位，做生意客流更穩。本命屬土嘅街坊專注西南、東北角落，守財能力大幅提升，將自身5行、本年、流年、屋企、明暗、財位3者重合。重合嘅那一個屋企角落，就係專屬你全家嘅頂級旺財位。風水講究氣忌散而專一，所有旺財擺設集中放於此處，不用全屋多處亂擺，聚氣效果最純粹，招財聚福，效力自然最大化。找準專屬旺財位之後，先要徹底分清屋企8大類物件，絕對唔可以堆放擺放喺財位之內，係香港家庭最易踩、傷財最快嘅禁忌。從今日起及時清理，即刻停止耗損財運。日常最多人囤積嘅各類快遞紙箱、超市紙皮、包裝紙盒，千祈唔好留喺財位。木質雜紙堆積會生枯木續煞，擾亂財位，平和氣場，仲容易藏蟲滋生霉菌。牆角發霉積濕，直接化掉財氣。紙皮用完即日回收丟棄，切勿短期囤積。屋企過季舊衫、破損衣物、不合身被褥、殘舊鞋履，長期閒置吸滿屋企陰氣，屬純陰雜物，對沖財位，陽旺財氣，令賺錢變得吃力耗神。1年以上唔住嘅衣物鞋履，適合捐贈或者直接丟棄。財位內衣櫃切忌塞滿廢舊衣物，屋企小朋友淘汰舊玩具、殘缺公仔、斷裂文具，本身氣場零散雜亂，堆放財位會打散聚合財氣，令財氣4分5裂。完整玩具統一收納兒童房，破損殘缺玩具直接丟棄。殘件物件本就主財富破損，吉位一概不宜擺放。故障廢舊電器、損壞家私、缺口碗碟帶有靜電雜煞，破損根基煞氣，代表財運斷裂虧損。
可維修及時修復使用，無法維修即刻報廢清走。過期護膚日用品、舊藥盒、廢棄清潔劑、空瓶空罐、殘留化學衰氣，慢慢消磨財位旺氣。養成定時清理習慣，唔好隨意堆放財位邊角。打掃用嘅掃把、家用垃圾桶、打包膠袋、地面積灰係污穢散財之物。財位3米之內唔好擺垃圾桶。掃把用完入櫃收納，每日擦拭財位積灰，保持潔淨。雙門衣櫃、高身書櫃、雪櫃、洗衣機一類重型家電家私，體重厚重，會形成壓財煞，壓住財星，無法舒展，收入長期觸及天花板，難以突破升幅。單車、行李箱、露營裝備一類大型閒置工具，移動頻繁，體積偏大，擾亂財位靜氣，財氣動盪，無法沉澱積蓄。統一收納陽台獨立儲物區，遠離全屋所有財位，